艺人与名模爱情长跑8年，但近来却连续传出消息。今日就在脸书发文，写下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，宛如间接承认，但离发文不过几个小时，再度 PO 文却大改口，表示放心，我没事，我们都很好，没事。这8年的日子，谢谢你。我尊重你想要的自由和选择，并祝福你。对你的疼爱是手放开。凌晨发文引用歌手李圣杰的名曲《手放开》，歌词仿佛证实外界猜测的谣言，更一度爆料当初参加选美比赛，实际上都不在家，全是自己独自熬过辛苦训练的日子。然而，似乎是为了安慰关心的大批网友，短短几小时后再度发文，这次大改口，表示自己最近心情闷，听了很多首歌曲，前天听着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》，又听到很红的 ILL Never Love Again， 不知不觉的被歌词吸引了。笑说演员总是多愁善感，刚好昨天晚上听了《手放开》，曲颖儿，词动心啊。放心，我没事，我们都很好，没事。短短不到半天就神逆转，让网友摸不着头绪，纷纷留言。早上看到整个傻眼，你知道一大早就被脸书上的动态吓死的感觉吗？相信你们还是好好的，棒棒的，没事就好，希望你们都好好的。不过也有网友担心两人是真的出状况，留言哥，放心，最后陪你可能不是你最爱的人，但是却是最适合你的人，哥，一切都顺其自然吧。